細聲話你知啦，呢度劈價44%啊！哇！維港煙花景、郵輪碼頭景，望晒成個市區景。嚟到呢度41校網，梗係講下校網區啦。除咗小學出名嘅喇沙拔萃 Marylock 中學，都有民生書院、協恩中學、拔萃男書院、培正中學等等，都係呢一區好多家長都係追捧嘅。呢度正南無敵開揚海景，因為以前呢度機場嘅部分，所以咧非常之矮嘅一樓。然之後入翻嚟望一望，一房一廳，酒店式設計，開放式廚房。西門子全部靚嘢㗎，入到嚟房間呢度擺張床，一起身就望到有樹有山有海，呢度有個趟門慳翻好多位，哇！乾濕分離啊！香港人最中意地鐵、商場、海景齊晒，樓下大型商場，同埋呢度285尺，再加埋一個211尺嘅天台，賣幾多錢？1萬蚊鬆啲啊！幾大呢度樓下商場，因為呢個 supermarket 買乜都有啊！係啦，如果大家買唔到藍手，買呢邊仲筍，因為望到謝霆鋒主場館，仲有自己嘅會所 gym room 齊晒。想了解多啲，留言區話知41 details send 俾你。